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福气来了，好好运动来了。看今日玉梅老师种毛秋的啊，意思就是要本大家看到安尼镜头，安尼讲劲，安尼讲劲啊，大家渐呢，迄个毛水好啊，会落枕，又会硬高，安样的呢来放松安尼脖子，好，安样的来保护，来照顾安尼讲劲，安尼镜头。今日呢，玉梅老师就要来好好的来，然后大家分享，好好的来运动哈。安尼讲劲呢，迄安尼头脑跟身体的高速公路，假使安尼高速公路迄色差，安尼头脑就会头昏脑胀。安尼讲紧的气脉呢，会影响到安尼气孔、目珠耳孔、鼻孔，安尼再安尼后连头，都因为安尼讲紧的气脉的问题。故说呢，安尼讲紧的个运动呢，是非常的重要，也是一般人呢，是被忽略的，冇去注意到，一般人冇去注重的脖子的运动，脖子呢又影响安尼肩头，你肩头迄硬高，嘛咪会影响到安尼脖颈筋迄硬高，咪会影响到安尼肩头。故说呢，颈筋个肩头的运动呢，係冇辦法分開嘅，要向下來注重，個來訓練呢。好，然後呢，玉梅老師呢，根本就要教大家，一樣嘅好好嘅來保護安尼頸筋，一樣嘅好好嘅來運動安尼頸筋。一般人親習慣嘅動作就係安尼，安尼動作係非常明顯嘅。唔拄好一條筋冇拄好，你就會安尼偏到筋，安尼就會變頸筋就會安尼硬高。當然頸筋硬高迄個，我愛反過頭看我背，安尼身體安尼過去，慢慢的安尼過去，安尼意思呢，就是安尼頸筋硬高體咧，安尼頸筋呢，安尼動身法，做啲左片，右片，做啲降風下背，係有一個規則，一個訓練，然後呢開始大家抽掌來，抽凳呢，抽凳呢也係抽天來，係抽面床，做唔得安尼抽凳，安尼抽凳呢，人個氣脈人個氣冇辦法循環。故說呢，抽凳呢一天呢抽凳呢1/3呢，兩個坐骨抽下去，安尼脊椎身體上會長，身體會長起來呢，你長唔會安尼彎腰駝背，身體抽不管你抽任何一個碰凳也好啦，抽到面床當風也好，你一天兩隻坐骨抽張，自然而然，人個呼吸就會流暢，人個氣脈就會流通。第一個動作，安尼頸筋有4個動作，人個4個動作呢記起來，4個動作，安尼V嘅記起來，就會人個頸筋呢就會保護到，人個氣脈就會到達你個頭部。第一，呼氣的時候，慢慢的讓人下巴轉來，停到呀。來到也後背也條頸頭，來到頸筋後面7節頸椎，吸氣的時候抬頭，頭拿向下巴向當方，慢慢的玉梅老師本看他清楚地位向上的時候呢，做唔得向上的時候做唔得安尼，安尼的時候要頸筋呀會被折到，你要從看玉梅老師的書一隻書比方都是的。丹田肚臍下背一隻數，比方也胸口吸氣的時候同樣要提上來吸氣，再提上來，再張下巴，頭一的是呼氣，下巴轉來，也不用向鬆，胸口鬆，不用向鬆。有時候呢來到後背陽面的督脈，講任督二脈，打通任督二脈，來到一條。也一般老師個一般人唔會注意到嘅吸氣嘅時候看到腹部、胸部、肋骨、下巴往上，看呀看玉梅老師呀，一條筋，
讲再个看解到哦，意思係一嚟佢啊，一剪頭，嚟睇下一剪頭，嚟一剪頭嚟佢來，好嚟佢來以後，呼氣不用向上，都要下巴、胸口全部不用向上，好按你重複做，好做嘢呢要記得哈，你做嘢記得，一當專心都要降緊哈，各位你係講唔係講老師嗌按你衝喎，按你唔衝，哦按你。呀，嚟佢嚟，也個數哈，數四隻數字，不用都也降緊後背，安尼四隻數字不用都也降緊後背，往上的時候，哈，往上的時候也降緊後背呀，也降緊後背呀，冇折到，你留記，扶定記，向東方，向東方，哈，人家就唔會就會比。按你鬼來佢來，會來到人呀前面呀，就唔會折到人後面脖子哈。好，然後重新來啊哈。T 要 C 嘅動作 ，T 嘅動作，上個打開來，肩頭嘅打開來，也肩頭嘅固定。好，肩頭固定，呼氣，肩頭冇停痛，吸氣，嚟一條肩頭。呼氣，頭氣哦，嚟一條肩頭，好，後背一條肩頭。你講任督二脈咩？前面係任脈，迎面呢，後背係督脈，陽面呢，吸氣，好，呼氣，個不用向上啊，好，個吸氣，上來。好，最後背呼氣，轉來不用向上。好，數不用轉來。好，一鳴老師做解一刀啊哈，一鳴老師做解一刀啊哈。數不用都呀哈，意思係講固定也係肩頭。好，吸氣嘅時候呢，還記得冇？肚臍呀下背來上來，胸頭來上來，下巴來上來，吸氣，肩頭冇停痛。好，頭氣呼氣。不用向上，不用向上，不用向上。解到哦，數不用到呀。吸氣，看下肚子哦，從下開始上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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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上氣，來上氣以後，到了，降緊。轉來嘢，吐氣，不用向上，放鬆，放鬆，放鬆，肚子不用下來。好，呼氣。好，也係 T 嘅，你降緊哈，有前後左右，好，也係你邊左片個右片哈，同樣坐上來哈，肩頭冇停痛哦，坐上來。要下巴呢唔好按呢，下巴要微微的，好，不用了呀。好，呼氣，向左邊。好，你向左邊嘅時候嚟到右邊嘅肩頭，會輕哦，去感覺佢。停一下，頭氣哦，頭氣都要吸氣，呼氣，好，吸氣，呼氣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個轉來，好，個分片哦，呼氣，停停的哦，停留哦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轉來哦，呼氣，左片，右片。鄉親朋友要記得咯，人家下巴哈唔好按你哦，你按你放喺一片嘅肩頭嘅做題咯，你一片一下巴都要，好，個轉來吸氣，好，個呼氣，當衝腰，當衝腰，當衝腰，因為當衝腰故所講三遍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同樣哦，一肩頭咪係固定嗬，呼氣，你去上書。好，讓個肩頭來開落嘅感覺，吸氣，好，個呼氣，不用強手，好，吸氣轉來，好，也係第二個動作哈，第三個動作，同樣肩頭冇停痛啊哈，要下巴哈，要下眼呀，唔好按呢，咩唔好按呢，平平嘅，好，要玉美老師也數標呀，呼氣，帶到左片，平平嘅帶到左片。
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，好，呼气，平平安尼，唔好安尼，你安尼发降紧，会不会有安尼会折到安尼，你转来右偏，都右偏来耶哈，你会撞到会来到一片的尽头，好，会来到一片尽头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呼气，好，也手不用张来了哈，手不用张来，左片，呼气。慢慢的去感觉也降紧哦，降紧当中要假使因为运动有结重要的，降紧做迄所有运动轻重要的味的，好慢慢的，你看你降紧迄硬到体的，根本就无办法转过来，记得咯，做唔得安尼，安尼发效果无安吼，安尼发效果慢吼，平的到中间，好慢慢的带转来。假使你冇办法控制呀镜头的话，呀手柄呀，后背手柄都呀，手肘握手肘，不用张来，好固定呀镜头，好，再来哦，改到呼气向左边，好吸气转来，再来哦向右边，呀头脑不用张来，你假使冇办法固定，唔定呀头脑样不用张，你去甲控制佢转过来。转过来，因为安尼头呢，有上太神发了，你冇办法，好慢慢，好慢慢的转来，一丝的，好，你做熟悉些，好，你做都动熟些，左片停一下，向数哦，好，按姿势哦，谢谢，然后刚讲紧迄绕整一下，你就会懂痛苦的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去感觉佢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。好，不用享受，吐气。好，也係第三隻動作啊！哈，第四隻動作輕鬆腰，按到烏龜伸緊式，cái龜哈就存一個槓筋，龜存一個槓筋，其實活了500年。佢說也個烏龜伸緊式，哈，當衝腰，非常的衝腰，身體肩頭冇停痛，來重來，好，慢慢的數轉來重來。好，數正來，記得咯，來重來迄個肩頭，胸破開。好，數正來迄個同樣啊，氣要帶上來，呼氣，好，吸氣，改到啊，呼氣，吸氣。好。觀眾朋友，降緊的動作哈，做好些要記得了哈，手到後背啊，去甲降緊哈，按摩，好，去甲按摩個降緊哈，你就老記舒緩甲下緊張有冇哈？你做好些做削啊，哦，咱你當順樣啊啲，哈，按摩，好，今日咧降緊的4個面向的動作，希望呢觀眾朋友、鄉親朋友記得。好，降緊非常的重要。你吸足的話，你行到那就會精神飽滿。好，今日運動時間就到了，按姿勢。